上面还有白白的东西哦。哦，我跟你说，那个叫做鸟屎。你现在是什么都想抹一下？你看，你看，你干嘛？新鲜的鸟屎，我杀了！这个别担心了，我要找人第二个命案。等一下啊！干嘛？我知道了，你又知道了？你讲几次你知道了？麦克风掉了，憋不住了，词典呢？我真的知道了。现场第二个命案，麦克风陨落。你先听我讲，你先听我讲。这是一桩跟吃有关的杀人命案。哦，来我看一下讲出什么屁话。这个窗户可以打开一个微小的缝隙，手可以伸得出去，但是因为这边有加装铁窗，所以犯人无法从这边逃离。而且那个门是从里面反锁的，外面可以听到求救的声音。破案的重点是这个沾了血的汉堡贴纸，还有鸟屎。鸟屎是重点吗？我觉得现在你的带风词典才是重点。买票。